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顶礼拜一是228事件75周年纪念日。讲到这件75年前发生的悲剧，过去有真长一段时间，执政者调工无要互民众知影228甲线后白色恐怖的真相。虽然这阵政府逐当拢会举办纪念活动，但是可能有真侪人毋是介了解这件事件。今年就超过50个民间团体甲台语武艺团，伫228这日为天马地磅行到行政院记忆这段历史。这嘛是因第6摆用游行的方式行这条路线，希望行出台湾的和平前途。将玫瑰放伫咧228事件纪念碑顶头，向75年前的罹难者表示哀悼。音乐声响起，律师李胜雄、牧师林宗正和地南洋基金会董事郑德梅行上头前，参50外个民间团体超过300人斗阵穿乌衫，对天马地磅专卖局台北分局一路行起行政院记忆历史。我们记忆过去，不是为了仇恨；我们记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我们是以爱以及希望，带着和平以及决心，我们继续往前走。大家要勇敢站起来来抵抗中国的文攻武吓，绝对会当坚强抵抗中国的任何野心，互因最后会当承认台湾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队伍内底唔但有香港区旗，阁有乌克兰国旗。游行者讲希望声援民主，反对独裁政治，也有台语妈妈因为烦恼囡仔的未来，3年无车，带囡仔斗阵行。安怎发生的这件代志啊？对啊，对啊，因拢知啊，就是你要意识到啦，你若无意识，真正就是会烦恼起来，会当袂感觉台湾甲中国的。因会感觉像愈来愈迄个活的感觉啊，所以咱互因知啊，因即代互因知啊，袂使安尼。反抗到今，其实咱台湾人迄个时阵无正赢，毋过咱即马继续咧正，所以咱是即场是咱台湾人还未正煞的独立战争。咱希望甲全世界所有追求自由、追求公义、想要新个独立的国家的人做伙拍拼。乌克兰和罗西亚战事也未收煞，民间团体希望台湾团结抵挡中国外来势力渗透，因也呼吁政府赶紧态度为官上顶，追究加害体制责任，加速转型正义。记者阿明金曾海文台北报道。有严肃的纪念仪式甲民间的游行，也有国校老师用特别的方式，让学生囡仔了解228。万福国小的教务主任林江台就开发一套下时空，登去1947年228的实景游戏，耍的人会当伫228基金会的展场内找找历史资料来解谜，顺便了解人权历史的课题。因为它是重返到1947年的3月，那为了取信那个许其谦的话，那他就必须要输入说，比如说你是什么和什么的编辑。囡仔若像登去到228事件的年代，解救游戏所设定的4个伫228受难甲报纸媒体相关的人物。那所以说，小朋友在展览中找到许其谦的资料之后呢，你就看到说他是东台日报及青年报的编辑。可能学校的课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限，林江台就甲其他老师做伙设计这套教材。透过纪念馆的展场空间，让囡仔通伫老师的带领下，伫遮阅读档案甲资料，让孩子用一种同理的角色，回到1947年的228的那个时空环境，去了解当时的人们，他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困境。那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咱的纪念馆内底的所在来找迄个线索、回线索，安尼一步一步来接触到228的历史，在游戏之中来体验人权。228纪念基金会表示，若用较早导览的方式来讲这寡代志，囡仔可能拢走了啊，所以才想讲试看卖啊，透过这寡珍贵的文物，互因了解历史就伫咱的身边。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文件档案是了解历史的基础，不过历史文件的典藏是介困难，尤其若是做查询展出，每一摆的使用拢可能对老旧文件造成破坏。台北228纪念馆即马甲馆内的文物做数位典藏，
和民众线顶查询，降低文物的破坏风险。摕起手机扫 QR code， 就使伫线顶看228相关文物。台北228纪念馆甲馆内文物资料做整理、翕相、数位化等过程了后，设置资料库典藏，方便民众线顶查询，也使减少原始文物的存储，降低破坏风险。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公开上线，能够让民众能够来检索使用这批文物，让我们这个文物能够跟民众能够更亲近。过去一直都是认为这些文物只有14000多件。那透过我们的执行团队，整个的做数位化的工作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它有18000多件。官方表示，馆内文物上大宗的来源是1945年代美国驻台副领事甲超地，占馆内文物总数的44%。官方嘛表示，甲超地对228的研究真重要，伊所编写的《未出卖的台湾》是记录228事件真重要的册本。要理解228哈，从葛超志这样的一个美国人哈，一个曾经当时的目击者，美国领事馆那个副领事的身份啊，所以他接触到的层面广啊深，也包括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朋友帮他留下资料啊，他们很多年后来写出这本书。台北228纪念馆伫228进前办理特别展览，除了小解馆内文物的修复、典藏过程以外，嘛展出民间观众的珍贵文物，呈现228事件迄当阵台湾历史甲政治的环境。记者郭伯君、张水台北报道。除了文件，透过艺术表演，嘛是当了解甚至体验历史。有剧团用228甲白色恐怖事件做主题，演出历史戏剧《白册音》，把过去迄段无声的历史用戏剧表达出来。用唱声甲音乐开场，带出228到白色恐怖时期一群少年仔，互政府特务掠走拍门。伫这个特殊的日子，有现场观众感受真深。透过无语言的肢体的形式，带给大家一种氛围跟感受，所以而不是就是历史课本上的字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剧团甲室内演出搬到228纪念基金会头前的广场，规出戏分做几啊段，其中嘛讲到过去较少人知有关国防医学院学生何正刚伫学校组织读书会，所有人掠去，庆过了后，遗体搁转来学校的故事。他跟家属说不要来领他的尸体，他希望成为国防医学院的大体老师这样子。对这个角色而言，他的感觉是非常乐于去付出的，乐于分享自己给这个社会的。剧团表示，戏剧活近甲民众接触，毋若是特当做纪念尔，搁较希望观众深入了解历史，另外剧本的内容。过去嘛捌访谈过受难者的家属，考察文书资料等等，希望把这段过去用无声的动作表达出来。记者陈阿文向客台北报道。摇滚乐团拍摄少年以白色恐怖做主题，发表一支上新的台语歌曲《出巡》的 MV。伊嘛邀请今年已经90岁的政治受难者蔡宽如做伙参与，带领电器新将甲车队，伫过去关的政治犯的位置示警，祈求平安。拍摄少年乐团发表上新的 MV 出巡，地点是伫个景美林园园区，因为歌曲故事就是白色恐怖事件，要牵涉52年前泰源事件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宽如，嘛伫 MV 出现，伊带领电器新将甲车队，亲像庙会示警，闪闪烁烁的灯火真热烈。毋过想要就去迄空间改变，就是希望讲来去迄个所在。去看内底的所在是即流类的活动，然后就人家讲就华丽的、就水的，感觉因为这艺术改变者没有换一个角度看。这个 MV 上特别的，就是邀请90岁政治受难者蔡宽如参与。伊讲家己接受过100外斗的访问，是头摆翕 MV。那啲啊，咱过去的项目已经完成一半。
你安心安享。你若有一个真正的人，这内底就哇，迄故事的重量就无共款了，就表示就是是真的，毋是假的。啊，甲伊较重要就是讲，我是要甲蔡医生致敬，还有咱的前辈致敬。甲歹势少年合作的饼场团队，毋但有 MV， 目前伫台湾灯会展出的文景，嘛有同款的实景车队，拢是李文静创作。伊讲，甲历史甲受难者的故事，正做艺术创作，也是影像歌曲，讲互后一代听，这就是传承。记者陈嘉文、赖宇哲高雄报道。即马其实课本内底差不多拢有简单的介绍，毋过阮伫现场，阮嘛是希望讲用图文册的力量，其实有法度互恁仔去想搁较侪代志，因为有诶时阵你伫课本内底的物件，对学生来讲，伊会感觉讲迄是可试的物件，伊可试要背的物件，对伊来讲，伊就会感觉讲，我感觉无啥兴趣。欢迎回来台视挂大条。今年是228事件75周年，无论政府也是民间，各地头拢有办真侪活动来纪念这段历史。其中有一群少年人用音乐节方式吸引大众注意228事件。今日的来宾是强声音乐节今年的总调制人蔡如安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故事。如安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如安，咱知影讲，这个强声音乐节是一群关心228的少年朋友做伙来举办的，而且一办就办10档咯。咱当初哪会想讲用音乐节安尼的方式来讨论这段历史咧？是，因为上一开始的想法是讲，咱希望讲228事件这件代志，伊不只是228的受难者，甲受难者的家属会记这件代志尔，咱希望讲是愈来愈侪社会上的。少年人嘛好，也是讲一般社会上的民众嘛好，会当做伙来纪念这段历史。所以咱希望讲，咱会当选择一个方式是，互搁较侪人会当参与入来。啊，大家伫即天的时阵会想讲，我会当去即个所在去熟悉228事件。所以后来咧讨论咧想的时阵，就想讲，音乐节可能是一个袂歹的方式，因为伊可能较。伊可能会较引起较侪人的兴趣，啊，大家会来，啊，咱就希望讲用音乐节的方式，啊来主办遮的活动。有音乐有歌声，确实是咱228事件以前较无咧看到一种方式来讨论的。但是敢会有反对的声音，感觉讲这段历史其实是较严肃的。其实遮的声音一定是有的，啊，毋过对阮来讲。阮是感觉讲，有遮个声音嘛真好，因为这会当提醒咱讲，咱心内底家己爱有一支笑伫内底。比如讲，阮可能有一寡活动，伊个袂当讲伤快乐，比如讲，阮伫现场可能嘛是爱做有一寡有展览，啊有演讲，用遮个方式，互来现场的大家，伊是真正会当熟悉228事件。不只是讲伊来听音乐尔，伊是真正会当来熟悉这个历史的。是。这是先为唱歌开始嘛？咱唱歌的时阵咧找这个乐团还是歌手啊？咱是要安怎落去找？因为这较政治性的话题，敢会较歹找啊。其实歹找是一定啦，啊，毋过除了政治性以外，其实嘛有，坦白讲嘛是有经费的问题。因为阮是民间家己办的活动。所以讲，阮伫经费上无遐济，所以有当时阵邀请是较困难。啊，毋过你拄则讲的政治这部分，确实嘛是有发生过。啊，毋过阮嘛是有拄着讲，有诶时阵是公司伊家己的烦恼。啊，毋过其实对遮个表演者来讲，伊嘛是有私底下甲阮讲，其实因真支持咱的理念啊，咱的活动。啊，毋过可能公司因遐有家己公司的想法甲安排，所以因较无法度讲。真明显帮阮宣传，也是讲来参加咱的活动，嘛是因家己嘛感觉讲真可惜安尼。是啊。如阮头才有讲到，咱音乐会其实也阁有咱的展览，也是讲咱有座谈会，有真人图书馆安尼，这是这10档来咱的活动不断变化增加的吗？对，其实逐年拢会有淡薄仔的无啥共款，因为阮会真希望讲，其实会当有一寡新的方式。啊，互新的人会当入来，因为阮知影讲，比如讲听音乐的人，可能就是固定即群人。
啊，阮若是比如讲新的一年，啊，阮有新的物件出来，啊，可能新的物件伊可能就会引起别个新的人的兴趣，啊，伊就会做伙来228天啊，来阮现场看卖啊，啊，就有即个机会会当来实在228事件。是。咱的即个邀请的单位其实真多元啊，咱有官方的单位，其实嘛有一寡剧团的表演，啊，也是作家等等。咱是安怎将即种四面八方无共的团体互做伙？强盛音乐节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是，阮逐年拢会对外公开的招募新的人入来，所以讲伊其实新的人伊会有家己的背景，伊可能讲，譬如伊是文学的，啊，可能伊是表演的。啊，伊可能是譬如讲，可能是政治，也是啥物其他的背景。啊，安尼无共款背景的人，伊其实入来的时阵，伊家己的想法带入来。啊，譬如讲嘛是有可能家己平常是较有咧关心的一寡合作的单位，伊嘛会想讲，有可能会当合作，对。啊，其实伫安尼过程当中嘛。逐年个有较无共款的物件，会有新的物件发生安尼。所以遮尔济档啊，咱来参与报名的团体，敢有哪来哪济，哪来哪多元？敢会凊头头1、2年的时阵，较无人报名？其实有呢，啊，阮嘛是家己会主动去，比如讲，阮今年有想要甲文学即个主题，即个主题有淡薄仔关联，所以阮嘛是有主动去做一寡活动。嘿，互阮会当为文学的即个方式来看228事件。像咱的真人图书馆，若是讲咱的历史工作坊，其实伊毋是伫音乐节迄段时间出现尔，其实咱即马是有真长的。请卢安来甲咱介绍。比如讲像今年就是文学的一寡演讲，对。啊，今年即马嘛当咧进行，差不多到3月开始结束，就是有一个历史。来写用历史来写来创作的一寡工作坊，嘿，啊，可是遮个活动拢差不多到12月到3月拢会发生，啊，逐年其实拢无啥共款。咱用遮尔济无共的方式，互民众来参与来认捌即段历史啊，你敢有发觉到民众有啥物款的改变呢？主要是伫，比如讲，逐年因为无共款的无共款的主题，所以其实会有无共款的民众来。啊，比如讲，咱差不多应该是第4届的时阵，迄届是较重视无共款的族群。啊，比如讲，阮伫现场的展览，就有可能原住民的228受难者，啊有无共款的族群，比如讲嘛有客家的受难者，所以讲个会有无共款的民众到现场。今年啊，咱的音乐节其实有一个是亲子区，就是家长带小朋友来熟悉，所以像囡仔人伊参与228有啥物款的意义？即马其实课本内底差不多拢有简单的介绍，啊，毋过阮伫现场，阮嘛是希望讲用图文册的力量，其实有法度互囡仔去想搁较济代志，因为有的时阵你伫课本内底的物件。对学生来讲，伊会感觉讲迄是考试的物件，嘿，啊，伊考试要背的物件，对伊来讲，伊就会感觉讲，我敢若无啥兴趣，嘿，啊，这敢若甲我嘛无啥关系，敢若我只是为着考试，所以我也学遮个物件。啊，毋过咱知影讲，这个事件对阮来讲的意义毋是安尼嘛，所以我嘛希望讲会当用比如讲图文册的力量，也是未来可能嘛有其他的方式，嘿，啊，互咱会当真正互遮个不管是青年学生、少年人，也是讲搁较细囡仔，拢会当慢慢啊去想讲，即段历史交的关系到底是啥？少年人的立场来讲，228事件，甲咱顶一辈来讲，敢有代表无共款的意义？我感觉对阮少年人来讲，有淡薄仔亲像是要传承的迄个味伫内底，要去接即个历史传承落去的即个做中间的即个人。啊，继续搁传下去到后一代，对。啊，毋过，我感觉伫顶一辈甲阮即辈可能嘛是有一寡无共款，比如讲我拄则讲的，阮即辈可能会搁较重视，比如讲，女性伫228事件内底的位，啊，可能228事件对女性来讲，后壁伫228事件了后有发生啥物影响？对，因为可能真侪女性伊伫家庭内底，伊可能爱为着伊家庭的生活，可能会伫228事件了后，可能是搁较辛苦的。对啊，比如讲我拄则嘛有讲着，可能
族群，即件代志嘛是少年人伫即马其实会搁较关心的，所以咱伫咧讲228事件的时阵，你其实会发现讲，可能即几年的少年人咧讲遮个代志会搁较去关心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背景的人伫228事件内底，想要知影讲，遮无共款背景的人伫228事件的时阵发生了啥物代志。如安，你家己是当时开始注意到即段历史的？差不多对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阵，可能2011年、12年。是啥物款的机会？迄个时阵其实是因为去参加陈文清纪念基金会，因伫嘉义有办一个活动，迄个时阵去因为伫迄届的活动内底有几个课是咧讲嘉义的228事件，我家己本身是嘉义县的人，所以嘉义县、嘉义市嘛个边所以迄个时阵就感觉讲，嘉义县、嘉义发生遮个代志228事件了，因为我拢知影228，毋过其实伫3月初的时阵，3月7的时阵，其实伫嘉义嘛有真侪冲突发生，嘛是有真侪嘉义的人可能伊受伤，也是讲个受难。因为228事件这段历史，伊不只是迄天发生伫北部，其实后壁3月开始，台湾各地头差不多3月、4月拢有。对，迄个时阵就感觉讲，我家己是嘉义人，我伫嘉义出生，我伫嘉义大汉，毋过我拢毋知影嘉义发生的遮个代志，所以迄个时阵一开始感觉讲，伊当然感觉讲，淡薄仔生气，对，淡薄仔生气以外，你嘛会想讲，对，淡薄仔可能，对，就是会想讲要去做一寡代志，嘛想要讲希望未来其实大家可能讲嘉义的人会当知影讲嘉义228的历史。高雄的人会当知影讲高雄的228的历史。但你安怎开始的？但你知影即段历史，你感觉小可生气的时阵，你安怎落去关心，嘛是讲来认捌？开始哦，因为其实差不多我高2、高3的时阵，共生业这个开始啊。迄个时阵嘛，拄好台湾的遮个 Facebook 遮会开始咧慢慢发展，所以迄个时阵个伫 Facebook 顶悬看到共生业这个消息。后来到台北读册了后，就想讲，安尼来加入即个组织，看卖看家己会当做啥物代志。嘛是差不多高3到高3迄个暑假的时阵，嘛是有去陈文清纪念基金会做志工。因为你安尼加入咱共生营这嘛8档嘛，遮尔侪年的时间，少年人对这228事件，你感觉因的认捌敢有？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是一定有，只是讲对阮来讲，阮即摆的挑战可能是讲，因为你物件遮侪，伫遮，阮到底要用啥物款的方法，互大家会愿意来接近即段历史？因为比如讲，阮可能即摆咧做，虽然讲有愈来愈侪的人入来，现场可能逐年愈来愈侪人嘛，是无共款的人入来，毋过阮嘛是阁希望讲会当阁较大咧。会当互更较侪的人来做来接近，老调的伫遮。咱原本主打的即个观众是少年人啦，但是咱现场敢有看到，其实是中辈时代来的。中辈时代其实嘛会有啦，可能其实伫无共款的时间会来现场。中辈时代主要是伫阮的展览区，甲比如讲阮演讲的时阵会出现。因会反应敢会甲少年人较无共款，因为我进前捌去一个博物馆，但是迄个导览的阿姨就甲我讲，其实伊拢毋知影有发生遮个代志，伊是去做志工了后才知，就是等于讲伊家己是伫迄个年代出世，但是因迄阵是真正拢无讲的。我感觉讲其实像安尼现场的活动有一个好处是，你边仔经过的人伊会问，对，所以其实有一寡伊敢若其实经过，伊敢若其实。伊可能只是经过，伊甲伊问讲，伊可能甲伊问讲，恁即摆遮是咧办啥物款的活动啊？阮工作人员甲伊讲，阮今仔日是咧纪念228事件，个伫即个过程当中，有一寡对话，对，甲伊讲，可能228事件发生啥物代志？我感觉讲，其实这是真重要的，因为这是阮可能完全无法度接触到的。所以音乐节即阵办10档你。今年嘛拄结束啦，你敢有啥物款的感想咧？啥物款的感想？我今年其实因为我
家己参与差不多对第3届开始到即马第10届，所以我今日伫现场的时阵，就一直想讲，其实一件代志，只要有咧用头壳咧思考，一直坚持落去，其实就会看到希望。未来敢阁有啥物款的目标，还是有啥物阁要试看卖的代志无？其实一直咧想呢，因为阮比如讲，阮今年用文学嘛，文学差不多会做1年、2年，即2年拢会有一寡计划，可能搁刷了搁刷了后，可能会有一寡影像。可能会想讲要为影像的即个角度出发，毋过这拢搁咧讨论啊，因为拄则像阮讲的，其实阮团队足侪人的，大家拢无共款的背景，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除了纪念228事件以外，阮嘛真希望讲是会当用少年人伊家己介意的方式来讲228事件，因为我是感觉讲，阮少年人阮家己介意，你讲出去的话，较有内容伫内底。所以嘛，期待咱共生音乐节线后的主题愈来愈无共款。共生音乐节用少年人的方式讲出228的故事，因嘛讲伫咧找找历史的路，需要大家做伙参与。今日非常感谢卢安的分享，多谢大家。以上就是即礼拜的代志偌大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一个阿伯啊，遐经过伊讲，伊住伫遮附近，遮侪年啊，伊毋知影遮有册店，伊感觉他觉得很高兴啊。感觉真遗憾啊，真毋甘29档的即个店对阮来讲，有一寡人会需要册，有一寡人会需要风景，有一寡人需要啥，阮无共款。所以阮等于是讲用这个册店做一个平台。